努力不在於面上，本事不在於嘴上，腳踏實地做事，全力以赴向前行。我係香港蒙魚養髮家琪姐，我喺香港經營一間專業嘅中草肉調理頭皮嘅養髮館，每日拍視頻唔係為咗有一日成為香港嘅網紅，而係我要為自己經營嘅蒙魚養髮品牌做代言。我哋產品喺由2023年開始進入香港以來，深受香港好多消費者嘅喜愛。3年以來，解決咗各類嘅人士脫髮嘅煩惱，包括禿頭、脫髮、白髮等。如果你嘅身邊有朋友或者有親戚遇到以上嘅頭髮問題，可以關注家琪姐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